大士神光第28。佛告阿難：彼佛國中諸菩薩眾，悉皆動事切聽白，方上下，去來現在之事。諸天人民，以及淵非蠕動之類，心意善惡，口所欲言，何時度脫，得度往生，皆欲知之。又彼佛剎諸聲聞眾，身光一尋菩薩，光明照百由旬。有二菩薩，最尊第一，威神光明，普照3000大千世界。阿難白佛：彼二菩薩，其號云何？佛言：一名觀世音，一名大勢至。此二菩薩，於娑婆界修菩薩行，往生彼國，常在阿彌陀佛左右，欲至十方無量佛所，隨心則度，現居此界，作大利樂。世間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有急難恐怖，但自歸命觀世音菩薩，無不得解脫者。